大家好，呢個位。最近立法會議員亦都向政府一個書面嘅質詢嘅，問到喺公屋方面一啲滋擾嘅個案嘅問題，主要有兩個嘅方向嘅，包括咗咧問到呢個嘅過去一年嚟講，有邊一啲屋邨咧收到比較多啲嘅滋擾嘅投訴嘅個案。第二方面咧，亦都講到啦，一啲邊啲嘅行為嘅一啲滋擾行為咧，係最多收到投訴嘅情況嘅。大家估唔估到呢啲屋邨喺邊度，同埋有咩嘅行為係比較多人去受滋擾呢？同大家跟進下當中一啲嘅情況啦噃。嗱，事不宜遲，講下一啲嘅資料先嘅。呢度講到啦，喺呢個嘅過去3年嚟講啊，公屋方面咧就收到19000宗嘅滋擾嘅投訴，其中11戶咧先至係被終止個租約嘅啫。目前嚟講咧，房委會都有個嘅屋邨管理扣分制嘅，都去處理翻一啲租戶一啲不當嘅行為啦。有啲分數都會扣減嘅，有3分啊、5分、7分，同埋最多係15分等等啦。喺呢個嘅政府方面咧，覆翻一啲議員嘅一啲查詢當中啦。過去3年咧收到19000宗。喺呢個嘅當中裏邊咧，最多嘅過一年嚟講，呢個嘅寶田邨咧就錄得係最多嘅一啲投訴嘅個案270宗嘅。講翻呢啲嘅屋邨管理扣分制先。頭先講到啦，有一啲分咧會扣減。3分、5分、7分同埋15分。如果係一啲嘅高空雜物而影響咗一啲嘅人嘅生命安全嘅話咧，就一次就扣15分之外，都可以即時被終止個租約添啊。如果係一啲嘅住戶係喺2年裏邊咧被扣足16分嘅話，同樣都可以被終止個租約。唔單單就冇咗間公屋單位住咁簡單嘅，喺終止咗租約之後嘅5年裏邊咧，亦都禁止呢一個嘅公屋住戶嘅所有嘅成員再申請翻公屋。就算之後申請翻公屋都好咧，入住嘅單位將來咧都比而家呢個嘅即係之前嘅現居嘅單位仲要係條件差啲嘅。頭先講到啦，過去嘅3年咧就19000宗，即係除翻開咧，每年就6300宗嘅個案度。佔咗總體嘅公屋人口咧就0.3%，就唔算話太高嘅比例嘅啫。亦都講下啦噃，過去呢3年咧，總共收嘅一啲嘅滋擾嘅個案投訴裏邊咧，最多係屬於邊一啲嘅行為？大家有冇都頭痛過、面對過呢？我就有嘅，包括咗係噪音嘅滋擾，有11000宗，跟住咧冷氣機滴水咧就3000宗，仲有一個咧就係單位裏邊咧積存垃圾，俗稱應該係垃圾屋嘅個案咧就70宗度。其他嘅行為方面啦，譬如喺單位嘅窗啦，或者露台、樓宇嘅外牆咧，放一啲嘅滴水嘅物品，我相信可能譬如一啲地拖啊、濕嘅毛巾等等啦，扭唔乾嘅話，不斷咁樣滴水咧都好麻煩。仲有啦，就係喺屋邨裏邊咧養狗啊，當然係明確就唔可以禁止去養狗嘅。不過咧有一啲嘅可能公屋住戶咧都偷雞去養狗，造成咗一啲滋擾，可能有啲嘅即係住戶都好驚狗嘅話咧，都好困擾㗎。每日都見到啲狗隻出入嘅話，都覺得自己都好緊張同埋好驚嘅。仲有咧言語嘅騷擾都有㗎噃，總共有5000宗。頭先講到啦，自己都係身受其害啊。就算話而家離開咗公屋單位都好咧，都間唔時都受到一啲噪音嘅滋擾。呢個噪音係啲乜嘢咧？大家唔知有冇都經常都聽過啲遇到啦。以前喺公屋單位裏邊住嘅話咧，都成日都樓上嘅方向會出現咗一啲嘅嘣嘣聲嘅一啲噪音，就好似人哋揼地咁樣，或者係跑步。甚至乎一啲拉凳嘅聲音，大家應該都會見過或者遇到過嘅。總係會喺放咗工咧，深夜嘅時候咧，都出現呢啲咁樣嘅噪音啊。咁都相信都好應聲，頭都有啲痛嘅，同埋都想休息下啊嘛。亦都嘣嘣聲都係一個好困擾嘅情況。甚至乎而家都冇喺公屋裏邊住啦，去居屋單位都好咧，都間唔中喺樓上嘅方向咧，都會有一啲咁樣嘅聲音嘅。都嘗試過以前喺公屋裏邊住咧，都向樓上嘅住戶都問翻咧，咁係咪有人喺度跳緊啊，或者跑緊步咧咁樣？
咁啊，覆翻個答案咧就話冇喎，真係冇呢個跳同埋冇跑步喎咁樣。都唔排除會唔會係喺樓上嘅隔離左右嘅一啲聲音都傳到落嚟個單位咧，都可能都唔排除嘅，或者再往上啲嘅單位都唔出奇。咁如果變咗咁樣嘅話咧，都好難追蹤到邊一個住戶咧喺一啲咁嘅時間咧即係做有啲噪音。咁大家都希望可以留意翻啦，即係特別夜晚黑嘅話咧，都減少呢啲即係做噪音嘅機會即係拉凳拉台咧都相當之應聲。咁啊，另外咧，咁啊一啲可能係即係喺窗嘅位置啦，擺一啲可能即係地拖同埋一啲嘅即係濕毛巾嘅話咧，而家都成為咗一個扣分嘅內容噶噃。睇下呢個嘅資料先。根據翻呢個嘅即係屋邨管理扣分制嘅話咧，喺呢個嘅窗、露台同埋呢個嘅樓宇嘅外牆咧，放一啲滴水嘅物品咧，都可以被扣3分。呢個行為咧，大家留意翻啦。咁再講下啦，頭先都想話仲有一個係即係3年裏邊咧得11宗嘅個案咧，因為係違反咗一啲嘅扣分嘅情況啦，或者係租約條款咧被終止嘅租約，相當之少嘅比例嚟嘅。咁最後啦，睇下大家有冇榜上有名如果住緊個屋邨裏邊咧，收到比較最多嘅前10個嘅公共屋邨嘅名單喺2025年咁先開估下先。咁頭5位，咁唔知大家有冇即係屋邨住緊嘅朋友咧都見到啦。喺第一個咧就係屯門區嘅寶田邨，就收到270宗。咁緊接住咧就係葵青區嘅長青邨180。跟住咧觀塘有2條屋邨都榜上有名，就係秀茂坪邨170，油麗邨150嘅。跟住咧西貢區嘅厚德邨140。跟住咧，仲有6個噶咯噃，5個咯喎，6至10名嘅話咧，就黃大仙嘅橫頭磡村140，南區方面嘅華富一村130，葵青區嘅大窩口村120，最後嘅西貢區有2條屋村啦，咁建明村就120，同埋常德村110嘅。咁換言之嘅話咧，睇一睇應該就喺10條屋村最多嘅話咧，當中都佔咗3條係西貢區。2個咧就屬於係觀塘同埋呢個嘅葵青區，一個就黃大仙，一個就南區，咁呢個嘅屯門區1個等等。大家有冇住嘅屋邨裏邊咧都有榜上有名咯噃。咁目前嚟講咧，屋邨管理扣分制咧都係有啲修訂咗嘅，都希望可以規管翻一啲住戶嘅不當嘅行為啦。咁當然咧，除咗靠呢個扣分之外咧，咁住戶嘅自律都好重要啊。唔單單淨係住戶嘅隔離左右咧，大家互相去幫手、手問相助之外咧，其實樓上樓下都好緊要。頭先所講一啲嘅噪音或者係滴水咧，都係涉及到上下層嘅住戶嘅，甚至乎最近有啲嘅不幸嘅事件咧，都涉及到一啲可能係即係大家上下層之間呢啲糾紛嘅問題等等。都係嗰句啦，咁即係能夠幫到手係自律嘅話咧，咁減低咗大家互相之間一啲嘅即係矛盾或者摩擦嘅話咧，咁可以一齊去構建一個和諧嘅居住嘅環境我都希望可以喺樓上嘅朋友咧，即係輕手啲唔好喺即係放咗工上翻去休息嘅時候咧，即係就算你有拉凳拉台咧，可唔可以輕手少少，就唔好咁大力去拉張台同埋凳咧，令到個噪音嘅環境都減少啲大家都生活得開心啲嘅。大家如果都面對住一啲或者係過去都受到一啲嘅即係一啲滋擾嘅話咧，都非常歡迎大家可以分享下一啲嘅個案喺個留言區咧，講下意見都歡迎噶噃。咁最後宣傳下先嘅，希望大家訂閱我 channel 同埋分享影片出去，同埋感覺鐘仔嘅話咧，可以優先睇到影片介紹嘅。如果歡迎大家可以加入我 channel 做會員嘅話咧，可以優先睇到啲影片嘅介紹，同埋一啲關於過去一啲居屋同埋綠置居一啲簡單嘅供樓分析嘅情況，都可以獨家睇翻一啲相關嘅資料嘅。下次影片再見啦噃，拜拜。